伊啊直頭炒個荷蘭豆先，我就要吃的。啱食。好了，我来炒。这是黃豆，這個叫荷蘭豆。現在上東西，今日咱來做一個荷蘭豆炒芡實。食材就準備了幾種咩？荷蘭豆、新鮮芡實、胡蘿蔔，還有一點新鮮蝦仁和2個香菇。做這道菜要用新鮮的芡實，不能用乾的。新鮮的芡實口感比較好，潮州特產。洗乾淨，先來給它煮熟。芡實先煮5分鐘，再加點油，把荷蘭豆、胡蘿蔔放下去煮熟。豆煮了5分鐘，像這樣又脫殼又脫殼的，這就熟了。把它撈起來，重新起鍋燒油，香菇爆香，蝦仁，把蝦仁炒到變色，下黃豆，翻炒2下，來一點剛剛泡香菇的水，來點魚露、雞粉、蠔油調味，翻炒均勻出鍋。荷蘭豆炒芡實，芡實咱平時點嚟做湯，嚟炒也非常好食。做法簡單，營養豐富，你個來試睇，夠好食。